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台视11点》财经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新竹市发生热体热地不孝子压倒台死老爸案件，佮把尸体搬去车后斗，刷落来驶去桥骹乌白蛋。厝边几多工前，听到爸仔囝伫咧冤家，刷落来已经几多工拢无看到因兜的老爸。报警察了后，警察一个检查后生的轿车，发觉车后斗有血迹，伫咧溪州桥骹发觉一具尸体，不过尸体已经认袂出来，身份阁要等法医来确定。警察嘛已经抓到这个业主，进一步侦办，即嘛详细犯罪原因，阁当地咧调查了解。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来看到，国道1号上北75.6公里，湖口到杨梅这段路，明尾4点钟有2台做生理的旅行车和大拖车相撞，隆重引起1个人不幸死，6个人受伤。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戴新美来带来了解。新美。好主播各位观众可以看到，消防人员在车祸现场破坏车体，将受困车上的乘客救出，并赶紧抬上担架送医急救。那么车祸意外发生在清晨4点多，国道1号北上75.6公里处，湖口到杨梅段，一台连接车驾驶疑似操作不当，先自撞内侧护栏，同向后方2台商旅车闪避不及，撞了上去。而第2台商旅车车上驾驶和6名乘客当场受困车内，新竹县消防局获报，立刻前往抢救。将车上6名乘客救出，只有轻伤，不过驾驶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急救人宣告不治。带你来听一段稍早访问。第一部连接车操作不当失控擦撞护栏之后，卡于中央护栏，那导致后方2部小支客闪避不及追撞。本件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经酒驾各当事人进入饮酒情形。好，可以看到商旅车被撞得扭曲变形，车头全毁，可见当时撞击力道有多大。而连接车驾驶没有受伤，追撞的第1辆商旅车驾驶也没有受伤。而车祸路段一度严重回堵，国道警方在上午7点20分左右排除，目前全线恢复畅通。详细事故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以上就是为您掌握的最新资讯。详细的画面，赶紧来看总统撰文来到高雄保安宫拜拜。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也有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拢陪伊做伙来，咱做伙来听伊详细的讲法。或者是我们的价值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初选我们的选民想听到的是一个候选人他对整个国家大政的想法其他的这种政治性的语言其实都有个人的判断那也不尽是精准所以我们应该还是回归在整个执政的价值跟国政的说明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候选人该做的事。韩国瑜说过，对于军公教的部分应该要恢复过去的承诺，那当然指的就是年金改革啦。那您觉得这个恢复承诺这件事情是不是意有所指什么部分？我觉得年金改革我已经在很多的场合都讲过它主要的就是让国家的财政可以稳定让我们的年金的这个财务尤其是它的基金可以稳定那也可以永续让退休的人不用担心领不到这个退休金那让整个社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基础那我对于韩市长所讲的我是抱持着保留了。我们要想想看说，难道韩市长或者台湾的社会要回到一个我们国家财务不稳定，那整个退休的公务人员也好或者是军人也好，每一天都担心基金会破产，领不到退休金这样的不稳的社会的情况。蒋总的今天是6·4你有没有特别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30年前的时候你是什么身份？那时候看到6·4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感触？30年前我是一个教授我是非常关注6月4号在北京的这个发展那我也很紧密的观察当时的这个氛围跟当时的发展那30年后我现在是总统那我要代表台湾人说几句话就是6·4提醒我们，就是民主跟自由是非常珍贵的我们在台湾可以享受自由的空间，呼吸自由的空气那我们也可以包容不同的意见让我们的民主制度之下
我们都可以让不同的意见能够表达，那我们的社会的多元性也可以彰显出来啊。所以6·430年后的6·4，让我们格外的感受到台湾的自由民主的可贵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中国或者北京当局可以体认到这6·4对于他们整个在民主发展的进程跟人民的自由人权上面他们应该要更加的着力让有民主有自由变成是一个正在变成是强国的中国能够对国际社会来讲是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一个国家那也能够包容不同的意见，那让多元的社会可以能够呈现出来。所以我也希望这个中国或者北京当局对于6·4这件事情能够展现出一种反省进步的一个姿态。总统，你知道有一个女导演在留学，就是她自拍影片感动很多人，她说她挺你，挺辣牌派，你是怎么看？你有看到那个影片吗？我是今天早上看了一下那据我了解，应该是有蛮多人在网络上拍影片支持我那我也非常的感谢他们的支持。那我相信他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他们希望台湾能够更好。那台湾的自由民主可能也可以延续下去。那基于这样的关怀、这样的关切他们在网络上拍片也好，或者是传达讯息也好，来支持我，我都非常的感谢。那院长说他如果当总统，他不会宣布台湾这是要怎么讲呢？他对于台湾独立这件事情，他前前后后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所以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整理一下，讲出一套完整的说法。院长，这5月份有人帮你整理出你拜了43间庙，所以大家就说拜庙的比较频繁是不是对于国政上又有点分身乏术？今天也是算拜庙嘛那可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我们的基层民众在现场嘛那这是一个这台湾的庙宇文化，它不但是一个宗教中心它也是大家聚会的场所嘛也是大家讨论不同事情的地方嘛所以对政治人物来讲不能每一次都只靠大众的媒体在传达讯息，直接面对面的跟民众的接触其实是很重要的嘛，这不就是接地气吗所以我们利用这样的场所那我们也很感谢这些公庙给我们这个机会，来跟我们的民众面对面的机会，来解释我们现在在做什么，那我们将来对国家的愿景是什么那也能够直接去体验他们心里所想的那所以不只是公庙，其实我们还有大大小小跟在不同的场合跟我们的基层民众的有在一起讨论国家的事情，或者回答他们的心中的疑问。那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总统应该要做的事情，尤其是我们现在整体的国政已经开始把这个基础打好，我们开始把所有的过去3年累积的这个成果要一一的提出来跟民众来报告。那确实这个也是一个总统应该要担负的责任。总统政见发表会准备如何？正在准备中。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好，拄则大家听到就是总统蔡英文上新的讲法。另外一个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资深艺人何以航，因为大肠癌过身，退休64岁。2021年发觉得到大肠癌第3期，手术了后决定无要再做化疗。在昨暗8点50分，伫台北荣总不幸过身。业界一寡好朋友听到这个消息，拢真有唔甘。来看到下早上新的画面，也就是即马遗体已经送到台北殡仪馆。现场上新的情形，连线记者尤彦竹来带咱了解。彦竹。
社主万众之命主持人贺一航呢，在台北在昨天晚间8点50分的时候是不幸因为大肠癌而离世了。根据了解呢，贺一航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现自己罹患大肠癌，当时呢是有做这个开刀治疗。不过开刀之后呢，这个贺一航是跟家属表示因为他想要活得有尊严，所以就算开刀之后，他也不要进行化疗。而根据了解呢，就连他的这个健康检查也没有定期的做。而根据了解呢，贺一航这次呢，在5月底的时候就已经住进去医院治疗。不过这回这个住院才短短1周，还是因为这个癌症呢转移到身上的多重器官，才使得贺一航呢不幸在昨天晚间8点50分离世。而这样的消息传出之后呢，演艺圈的好朋友包括于天夫妇也立刻在昨晚呢就赶到了医院了解状况。而于天了解状况之后呢，更是当场难过到痛哭。而李亚平则是表示呢，贺一航走的时候面容十分的端详，表情看起来并没有十分的痛苦。而根据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的状况了解的是，贺一航的家属呢预计会在今天的中午12点之后呢，会抵达会馆，会向外界来说明父亲的后事到底要怎么进行跟怎么来处理，会一一的对外说明。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资讯。多谢严主，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总统府的秘书长陈菊上新的讲法。谢谢哦，牙车只要动，谢谢哦，谢谢。另外，这方面要来看到，昨下晡4点钟，台中龙井向上路发生几落台车相撞的车祸意外，其中一个37岁姓李的运将驶一架大架货车，敢因为挡下歹，小连续弄到3台车，其中一个驶车的旧年人就轻伤。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江定雄来带来了解。定雄。而在主播观众有民众经过台中市龙井向上路时，就正好目击了这起车祸。画面中可以看见3车已经撞在一起，依序是大货车、小客车，还有最前头的一辆公车。警消也在现场进行车祸处理。事发就在3号下午4点多，台中龙井最常发生车祸的向上路再发生连环车祸。当时37岁李姓男子开的大货车疑似刹车失灵，先往前追撞59岁黄姓女子驾驶轿车，轿车在冲撞前方58岁陈姓男子开的公车。所幸公车上没有任何乘客，没有人受伤，反倒是中间被撞的小客车黄姓女驾驶受伤送医到院，意识清楚，胸部疼痛，右手多处擦伤，经过简单的包扎检查以后，已经出院回家。警方表示，当时肇事的大货车司机看见前方红灯，车流回堵，踩刹车却刹不住，才会一头撞上前方小客车。而3名驾驶经过酒测都没有酒驾，整起事故也在半个小时之后顺利排除。以上就现场最新情形，主播。多谢定雄带咱了解现场上新的情形。社会司继续要来关心，半暝1点钟，伫咧凤山5甲有时带带囡仔来到一间连锁 KTV 唱歌，害囡仔去伸到拳头皮，因为有几个人客伫内底闹代志。警察出动快打部队，差不多有30个警察赶来到现场，看到场面歹控制，赶紧摕咸姜仔水出来钻，要来控制场面。结果钻伫 KTV 内底巷路，咸姜仔水的气味四界走，含其他的包厢内底有诱因嘛去扫到风台尾，一直拍骹笑，目屎流，目屎滴。警察赶紧带因离开，敢若会当讲无代志，半暝较莫带囡仔四界去。双方的人马咧相探，已经强要起冲突啦。警方随摕这个辣椒水，甲因抓过去，来控制现场。甲所有的人来甲做调查，无地带的人拢甲请出去，只是内底还佫出现囡仔。这个闹代志的人拢全部徛伫涂骹，甲进前因安尼向界界的模样是差真济。警方的快打部队大动作来出现，就伫咧反正1点外，这间 KTV 内底传出讲有酒客起冲突。警方的快打部队一个到场，伫包厢外口来传这个咸椒仔水。虽然场面已经控制啊，不过酒客还佫是真不满，有的袂愿乖乖来配合，佫甲警方来呛声。带回去啦！带回去！其实这个 KTV 闹代志的，拢是庙方绕境的人员，双方20外人伫咧遮庆功，想袂到啉酒了后煞来起口角，互警方来甲喷咸椒仔水，嘛引起是毋是有执法过头的嫌疑。执行公务的时候，
并没有办法顾及到说现场到底是那个就是庙会人员或者是其他的那个客人。警方强调现场的状况讲，并无执法过头，只是民众绕境咧庆功，颠倒伫个 KTV 来变做闹事。毋若是惊动警方，若想要刷摊，就简单会当伫警局来相见。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新北市深澳这个月初有业者驶树林船停伫咧水滨湾，海巡署单位依法来罚金，原因拢是因为这个水域算是中油公司落回渔港，烦恼讲咧只耍水会有危险。民国103年起，袂当咧只耍树林船，也毋过甲单统计已经有5只树林船违规停伫咧遮，拢总有9个人互人罚金超过27万。1点橡皮艇及7点独木舟。业者驶树林船来做带头，带一甲本船的游客来到这个东北角的唱片岩，享受水上的风光。就是这个画面，刷去由海巡来甲录影搜证，这声就吃力啦。那是什么问题？你是说船进去的那个是吧？对。驾驶是还阁无傻傻，一个门才发现讲已经树林船袂当来的禁区，只好乖乖来认罪。代志是发生伫个这个月初。这个树林船的后壁有对7只甲板船驶入来深澳的水滨湾，原来是业者招人客来做这个水上的活动，煞无注意到这是袂使入来。这个地方啊为中油的专用港，意思就是整个瑞滨湾里面都是禁止橡皮活动的一个范围。水域游客管理办法写甲真清楚，对这个随风唱片岩的起头。甲台二线75公里所在，伫这块内的范围内的水域，甲中油公司深澳专用的油港。伊的范围小他，恐惊有危险，所以禁止驶这个树林船。深澳海域禁止从事橡皮艇活动。将依规定函送主管机关裁处3至15万的罚款。规章嘛，伫个2014年就已经明文来公告啊。不过今年才拄过一半年，就5台这个树林船9个人弄入来，一个人爱罚3万，罚金拢总有27万。而且提醒民众讲，想要耍水，就要先调查清楚。确认有关的公告，才袂欢喜出来耍，煞有形转去。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感觉真有型，来看到台中一个2岁生蛋的查甫囡仔伫咧厝内耍，一个无细力，甲1块银的银角仔吞落去巴肚底，一直想要吐袂出来，老母嘛真着急，赶紧出手，想要甲后生调入脑后前仔的银角仔挖出来，结果愈挖愈吃力，银角仔愈走愈落去下骹，赶紧甲囡仔送去病院急诊，该在医生赶紧用胃镜甲银角仔摕出来，才平安无代志。发现有一个铜板在这个地方。1块银的银角仔佫插伫个胃内底，查甫囡仔紧急来送医，才发现讲胃的边啊已经拢磨着伤啊。为了其他地方，发现其实已经有一点点出血的迹象了。这红红的这些就是出血的迹象，用那个衣物夹就把它取出来，发现它是一个1元的硬币。台中有一个2岁的查甫囡仔伫个厝内耍，煞甲1块银甲吞落去，佫不时安尼下吐，因老母着生惊。煞紧的用手要来甲这个银角仔挖出来，想袂到煞愈弄愈深。老母这声才知唔舒适，赶紧甲囡仔送医来急救。医生嘛随甲照胃镜，顺利甲这1块银甲夹出来。假设它东西是卡在喉咙，那喉咙下去有2个方向，一个是食道，一个是气管。那假设说它往食道方向去，它顶多是到胃里面去。万一在挖的过程当中，它会呛到气管去，那时候是更危。专业医生表示讲，若是有囡仔去误吞这的物件，做爸母的千万都唔通伤紧张，爱互囡仔透过身体自然的反应，千万唔通用手去甲挖，才袂愈挖愈深愈危险。如果他能够吐，也许他会吐出来，或是咳嗽，咳嗽是一个好现象，就是让他咳出来，就是顺着小朋友当时的自然的反应出来就好。医生过来嘛提醒讲，51节要到啊，民众都爱注意，这个厝内是大人含囡仔，食粽的时爱食较细脆的，唔通食较伤过香肠，才袂去见着，来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烦恼会发生意外，来看到这间厝卖书伫咧坎卡边，这款的厝敢也阁会大。台中石冈仔万盛街，有民众利用空中翕相机翕到山峦仔有一间厝，这个土骹拢已经乌空搭一空，画面看起来真恐怖。其实这个时阵，伫咧9日伊大地震的时，就捌发生过规个崩山的情形，事后拢无人来处理。20年来，这个土石一直走去，便若是上大雨，这款崩山的情形就搁较吃力。厝主早就已经唔敢大，赶紧搬走，那附近的百姓，逐工都因为安尼烦恼甲袂食袂困。
为天顶看落，这个所在放甲真厉害，顶面的路灯起，边仔的厝嘛有一部分的地基无起，就袂输起伫咧看边共款，有一半拢伫咧外口，更基嘛看现，互人真烦恼。这间厝内底敢阁有大人？当然我嘛唔敢大，路基有帮起，你人车都无得落呀。遮尔危险的所在，厝主根本就唔敢住，早就搬走啊！这是台中石冈万盛街，当地里长讲，因为遮的地势较悬，救入一大地洞了后，就已经放弃啊！20年来拢是安尼。啊，就这20年来有哦，一直早早啊有哦，土石流紧流失有哦。真无简单，伫108年，政府编500万的预算要整治附近的溪仔，毋过因为迄年7月8月上大雨，整治的所在风冲海去，加上今年5月20号中部落大雨，互情形愈来愈食力。现在搁放落就是阮隔壁就阮啦。为内底行阁有过钱园，农民根本就无法度入去种植，实在真无奈。就跟区公所讲，勘查了后已经报起哩，互水利局评估啊，未来会有人来处理。毋过放弃的面积愈来愈大，嘛互住伫附近的民众拢食袂落，嘛困袂去，就惊会发生什么意外，厝会装无去。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有人烦恼甲食袂落，嘛困袂去。咱台视新闻的独家镜头，看到台北市四维路开真侪间餐厅，一寡倒伫咧楼梯的顶面的这个住户，定定因为楼骹的油烟，抑阁有臭人耳的声，影响到因住的品质。咱台视新闻的记者就来到现场，看到一户徛家，内底有真侪挖窗仔门的所在，拢有真高的油袋，另外装杯啊、晒衫的锁啊，嘛规个乌噜噜。楼骹的餐厅业者回应讲，该做的改善方式，因拢已经做啊。投资200-300万买抽风的设备，住户也是无满意。假使若是拄到这款的情形，一般的民众要安怎来处理？来看咱台视新闻的独家报道。跟这种邻居住在一起，我们也没办法怎么样。卫生纸轻轻啊回一下，这水器顶悬高嘟嘟拢是油烟，还佫有晒衫的锁啊，嘛是安尼乌扫扫。住户范先生讲，这垃圾拢是楼骹餐厅造成的。一路到我们7层，到7楼，他都还闻得到。包括我们后栋那边，他们也是抱怨，他的租约还有2年多。那问题是我们这边的住户，我们真的是说实在的，我们真的是很受不了。厝内爱家己穿酒精，这个无算啥，大家话拢爱大摒扫。住伫个台北市四维路的范先生讲，平常时啊，因兜的窗仔门拢爱关条条，啊若无楼骹的油烟，就会清甲规间拢是。啊，佫有餐厅咧营业的时，嘛会制造噪音，实在是吵甲互挡袂牢。卫生局啊、监管局啊，还是什么，都来这边来检测，但是都是过的。就这样2年。他们讲的改善，我们就已经花了200-300万。听业者咧讲，嘛是讲甲愈无奈，因为排油烟这一切拢有符合环保局的规定，嘛有来到这个抽风的设备，希望会当将这个影响甲降到上低。现在就是要求业者这个定期保养，或还是有这种进行是周转保养的频率。共这款情形，嘛有可能发生伫个一般餐厅附近的住家，都要安怎才会当来保护家己的权益咧？环保局建议民众讲，若是有拄到这款的状况，除了会当卡这个1999的市民专线，嘛会当有约这个环保局来现场调查，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所有的这个店家在一开始进驻这个社区之前，就先被强制安装符合居民健康可以忍受的排烟系统啦。那当时局长也有承诺说，会朝这样的方向去研拟。结合这个商业的混合区，餐厅开伫巷仔内，用餐时间、厨房的设备拢召开，难免会去影响到住户。爱拼经济，嘛爱顾到环境，双边拢爱安踏的好势。这是头路。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天气，古早人讲也未食5日粽，破球唔敢放。这几天天气拢足拗翕热，西半部高温升到35度。因为西南风沉降影响，气象局针对台北市、高雄市，也有台东县发布高温警报。这几天台北市、台东、高雄、外山区拢有可能会升到35度、36度这卡斗的高温。一直到5日节连假，若3天假期5日节这一天上介热。气象局按算中部、北部高温会升到36度，就要等到礼拜日又有锋面落南，一个落雨，高温就会落4-5度。天顶出现云包日，看到金光闪闪，水汽千条。有网友讲，就亲像《西游记》内底交际天的筋斗云同款。台东有民众翕到这个特殊的景象，气象局解说讲，透火烧风的时阵，就较会去看到。搁伫初3的早起来对高雄地区、台东来发布这个高温的特报。
天气呢还是会比较高温闷热一点哦，尤其是在台东地区，尤其大武附近，还有高雄的近山区，今天仍然可能有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这个气流落车来引起火烧风，另外受到热烈作用的影响，山区有可能来出现局部的大雨。滘翕的天气会一直煞到5日节连假。伫个5日节迄天上热，气象局估计讲中部以北气温会来到36度。不过，伫个5日节连假收假的时，因为锋面要来啊，高温会落4、5度，阁会落雨。端午连假的前半期，在台湾北方的这道锋面会越来越远，因此在这段期间，天气基本上都是以白天高温闷热、比较夏季感受的这样一个形态为主。5日节3天连假，就要把握前2天的好天气。气象局估计，中部、北部高温来到32至36度，南部嘛有33至34度。东半部高温嘛伫个30至32度，提醒大家出门佚佗的时，都要加补充水分，才袂去着沙。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热噗噗，来看到台电为6月起算热天的电钱，一寡民众烦恼电钱变较贵，能源的问题引起大家注意。台中市政府煞文山绿光计划发展绿能的能源，要来服务文山的粪扫场到太阳能板，会当讲是规台湾上开发的所在。当年发电量会当提供1620户的用户，另外嘛会当减少碳的排放量。头一届甲卖能源回报金摕来做公益，做伙来减少空气污染的问题。对电视唱歌跳舞，一家人伫客厅享受家庭的幸福。不过这个时阵电表嘛踅甲足紧的。天气开始变热，真侪人拢已经开冷气啊。台电6月1号实行热天的费率，民众烦恼电钱变真贵，唔若呼吁爱省能源，要安怎发电嘛变作真重要的问题。台中市政府就煞文山绿光计划出来，甲本来文山大粪扫场用来种电，摕到3项全国第一，全国太阳能光电板起个上密，19979块太阳能光电板，当年的发电量有610万度，会当提供1620个家庭用的电。第二是大粪扫场减碳减3000吨，全国上济，等于是种30万樟树啊。上尾是头一个透过这款绿能的收入做公益，将一部分卖电碳的钱分予社会银行甲社福团体用。不用再额外的使用能源，然后就可以产生电，感觉就是比较有爱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也积极发展绿色能源，来这个替代传统的燃煤的这种发电。我们也结合了这个渔乐园，把厨余那制作成堆肥的，变成一个环境教育的场址。照建立太阳能光电系统，推广绿能甲环保，嘛希望各大粪扫场摕来发电，会当解决能源的问题，嘛会当互空气变甲更加好。记者综合报道。插播拄才收到上新的画面，来关心宜兰苏澳中山路发生有铁钉仔落龟涂骹的代志。这件代志发生伫早起时8点钟，一架载铁钉仔的货车，敢若因为转弯无细力，引起到后车道载20外箱的铁钉仔拢落入咧涂骹，引起经过3台车，有的是链仔突破，有的是玻璃嘛，互这个铁钉仔突破，即马当日咧处理。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洪泽银来查来了解。泽银。好，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呢，一大片的铁钉就撒在这个路面上面，那是把部分的柏油路都给整个都盖了起来，甚至有些地方那还是铁钉还是堆成一座小山一样。那许多人员是戴着手套，弯着腰把铁钉一个个捡回箱子里面。这里是宜兰苏澳中山路上，在早上8点50分左右，有一辆载满铁钉的货车，疑似在转弯的时候不慎让车上差不多1/4的铁钉都掉落，那大约是20多箱，那铁钉当场是散落一地，也造成后方经过车辆来不及闪避。那有2辆自小客车以及1辆货车呢，有轮胎被刺破或是挡风玻璃被砸碎的情形。那下面听一段稍早访问。今天早上8点50分哦，在苏澳镇台9线军人公墓前，有一台大货车车上的货物铁钉掉落，造成散落在省道上面。内侧车道，我们立即实施封闭，而且并且通知市区工程处来协助清除。
大家可以看到呢，轮胎是被插上了好几根铁钉，挡风玻璃跟车灯也被铁钉砸出一个小洞，甚至是被砸碎。那警方目前已经放上三角锥来维持指挥交通，那也希望不要再有车辆经过受害。目前铁钉都还在清除当中，也提醒民众经过时要多加留意。以上是为您找到的资讯。多谢谢因的报道，继续来看到人咧讲小补过关，啊若大补变做过山，补贴唔通补一个伤过超过，恐惊会引起地道感情的风险。因为现代人食好做轻巧，定定食保健食品来补贴补血。也毋过国健署委托学者调查，发觉旧年人也有19岁到75岁查甫食铁，若是食一个伤过济，血铁两倍伤过悬，可能就会损长到细胞的 DNA。另外，嘛有地道感情的风险，民众千万唔通补铁补一个伤过超过，啊若查甫人会当加关血，会当降低血铁的数字，健康吃饱字。另外，同款嘛是下载上新的画面来关心到位7月起，啉烧酒赛车发生事故，这共车的人嘛有责任，因为立法院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新历7月1日起，桥倒摆赛车若是有啉烧酒，无爱互警察酒测罚搁较重，啊若是害人重伤或者是无命，车都爱没收，共车的人共款嘛有责任无法度闪。啉烧酒赛车扣车牌，若是要停考，为明年3月起，都爱解过这个酒测的治疗，另外嘛爱加到酒精锁。特算盘要带大家看拜五就是5日节，一寡食头路的人拢望公司会当发5日节奖金，也佫有礼品。来看到根据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今年发5日节奖金的公司超过一半，差不多有5成8。其中咱看到有1成6送奖金或者是奖品拢有，差不多有15%的公司是无发奖金嘛无发奖品。另外，员工平均望收到的5日节奖金是1765块银，含企业按算要发的金额1376块，有小可较差一丝也就是拍8折。人咧讲万无无万少，人力银行嘛讲5日节奖金发多发少是和公司顶半年的业绩有关系。今年过来看，起草比往年有较好。来辛苦了，谢谢。5日节要到啊，真侪上班族拢真期待公司会当发这个5日节的奖金甲礼品。实际来问这个上班族，今年摕到5日节的礼品甲奖金，敢有满意咧？好像500吧，还可以啊。今年比较多，大概3000吧。茶包啊，然后坚果类的东西这样。礼金的这部分我们是没有啦。有人满意会当接受，嘛有人是奖金和礼品拢无摕到。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公司企业今年发这个5日节的礼品甲奖金的状况，有16%的公司真大方，奖金甲礼品拢有发，有超过一半的公司是这个奖金有发。啊，礼品无，另外有9%的公司是干那发这个礼品，还佫有15%的这个公司是啥拢无。讲这个5日节奖金，员工平均的希望是会当摕到1765块，甲企业因想要发的是1376块，安尼有起落。专家分析讲，5日节发的奖金，伊的多甲少，都要看公司顶半年的业绩。端午节的这奖金有增加的话，也反映企业的半年报是有成长的。整体来看，3节奖金如果有增加的话，也是预估今年待的这个企业可能这个业绩有机会畅旺到年底。啊，若是礼品这方面，公司要是会选这个发传统的肉粽礼盒为主，也是讲发这个甜料。饼、四手啊，食的。另外，往来酥、两斤酥，还佫有百货超商的礼券。5日节公司要安怎来送礼甲发奖金，通互员工满意？这嘛是一门学问，这嘛是一个真深的学问。记者综合报道。人咧讲，人若好运，亲像天公仔囝，也未对统一发票的民众，都爱赶紧对看卖，敢有中大奖？因为财政部公布统一发票中奖的名单，其中3月、4月1000万特别奖，拢总有18人中奖；啊，那200万得奖有19个名额，拢是有史以来上盖济纪录。其中有一个中1000万的人，伊敢若开8块银，伫超级市场买报纸，就刷手中1000万。统一发票开奖啊，紧甲发票摕来对。统一发票3月、4月1000万特别奖开18张出来，200万特奖嘛开19张出来，创下纪录。紧去对看中奖的人，感谢你。
注意6奖。大家拢希望得奖的人就是家己。财政部公布统一发票得奖的清册，来看卖啊，得1000万的人到底拢是买什么物件？这期有人伫超市买1份8块的报纸，就得1000万。台北甲高雄嘛有民众伫超商开35块买青茶夹项，嘛拢得1000万。各家己的民众纳200外块考试的费用，同款福在生涯甲照顾着。也搁有1月、2月发票也未对的人，慢慢甲单调，得1000万特别奖的人有20个拍破纪录，其中双北有2个人，一个买55块饮料罐，一个买85块的粉，就拢得大奖。彰化县甲嘉义县的民众伫超商买30块的牛奶，甲15块的报纸了后，嘛得1000万。不过1月、2月得奖的发票1000万的，各有5个人无去领，200万的嘛有3个人无去领。7月5号了后，就过期袂当去领。嘛有真侪人拢想要问讲，是安怎今年得奖的几率会这么高？上一期跟这一期都是这样，统一发票的那个数字都是0开头，0开头它就是张数很多，所以中奖率会提高。另外，财政部计划要甲发票得奖金额扣税标准调悬，为12月1号开始，着4000块以下奖金拢唔免扣税。对民众来讲，嘛是一个好消息。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到这个画面，可能有真侪人认为讲比得大奖更加抢着。这是台东太麻里金针山今年四季拢有无同的花季。即马绣球花开花当着时，花场里拢总有长1500公尺的步道，拢是5花10色的绣球花。民众来到这个所在，哪亲像伫咧人间仙境。业者讲今年山区雨落较少，温度较低，若土质较偏酸性，绣球花才会小可球仔色。花期为现主时到7月中，民众若是要赏花，就要把握好时机。路的双边边啊，绣球花开甲满满时，真侪人来这翕相铺上网，结一个上水的姿势，徛伫咧花丛内底，来做这个暗美的女主角，来感受迄落人甲花拢水当当的感觉。台东的金针山绣球花开始开啊，绣球花嘛有人甲号做八仙花，也是紫阳花，有球仔色的、黄色的，看到大斑搁出叫。伫遮散步，感觉有够罗曼蒂克的，很漂亮。哇，满山的绣球花，很漂亮。若讲到绣球花，有真侪人会去想到阳明山的竹仔湖，不过台东金针山这个绣球花嘛袂输遐哦。这搭农场伫咧海拔1500公尺的山顶，种挖买有几十种的绣球花，拢总有600-700丛。北部的高家绣球花园这样，然后想不到就是离我们高雄比较近，就是台东这边。那我觉得来这边还蛮值得的。今年台东金针山的这个雨水较少，气温较低，有时阁会大蒙。安尼吼开出来绣球花看到是安尼水当当，特别水。另外绣球花嘛因为土质的无共，开出来花蕊嘛无共色水，亲像金针山的土质就偏酸性，开出来绣球花就是这款浅球仔色的。今年因为气候的配合啦，所以今年的花况其实比往年开得更盛。今年其实来赏花客人应该都可以拍到还不错的相片。台东金针山的绣球花，伊的花期估计会到7月中，若刷落来7月到9月，阁有金针花要开啊！民众到时都要把握时机，通来遮游山看花。记者综合报道。热天是卖手册凉的大月，当时基金会上新的调查22间连锁手册饮料店的牌子，发觉讲内底这凉的热量，也有糖分和现场标示的差真济。像讲有一个牌子红豆仔、珍珠、青牛奶茶，若是称到的这个热量是标示的7倍，实在真惊人。因为即马法律敢若规定讲业者都要标示糖掺偌济，热量有偌济，也毋过无算菜盐，也有珍珠。才会配料，当时基金会就呼吁食药署都要赶紧修法，让消费者目睭了一个，就会当知影讲正确的消息。热天来一杯饮料真正是透心凉，不过饮落去的卡路里可能会比你想的更加多。当时基金会调查，台北地区22间连锁的饮料品牌，拢总169款饮料发现，实际加的糖有卡路里，拢甲外口写的差真多。含配料的饮料基本上的热量含量都比较高，然后甚至也可以到达就是500大卡左右。像讲有名品牌的红豆、珍珠、牛奶茶，测出来卡路里是标示的超7倍。另外，北京的普白高牛奶。
品、乌糖珍珠牛奶，也是紫米零茶等等，测出来卡路里拢是标示4倍以上，各有3间业者无任何标示会当甲因发。目前这个食药署的法规里面只有规定是要把那个糖量，就是添加糖的量，还有它所含的热量标示出来，是不含这个配料的。也个粉圆、红豆这配料，根据目前的规定，拢唔免写出来，不过测出来卡路里会差这么多，对这点是有诉讲会计为修法。标示清楚额外添加的糖量之外，它还要标示清楚是不含配料，不可以让消费者误解。那后续我们会依照法规的程序进行修正公告。另外，大人一天食的糖超是50公克，唔过像讲一杯芳蜜的网络花内底糖就86公克，啉一杯就超磅啊！啊，落新冰茶、苹果醋等等，加的糖嘛拢超过50公克，看起来较健康的饮料，可能嘛同款会互你食伤济糖落去。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专家拢建议讲，莫食伤过甜，安尼较袂大箍，因为即马规世界人口加减拢有大箍的问题。过去研究拢认为讲，都市地区的人生活较好过，大箍的人特别多。因过咱台湾辅仁大学研究团队发觉讲，开发中的国家庄卡所在，咱人身体质量数字嘛会愈来愈悬，这就是大箍的原因。因为庄卡所在经济慢慢伫咧发展，靠钱通好买东买西，买的物件嘛拢是加工食品，啊若出门拢坐车，较无运动的惯势，就较会大箍。这个研究，互人看伫咧国际111的期刊。另外，调查嘛发觉，查某人过去33年来 ，BMI 数字增加的比例比查甫搁较悬。现代人食物件习惯改变，较爱食甜的、咸的、较甜的，互全世界大块的人愈来愈多。过去研究大部分拢认为都市的生活较好过，是互大块的人变多主要的原因。不过，即马辅仁大学研究团队发现，其实庄卡所在才是大块的关键。大庄卡的人身体质量指数的增加，就占55%。研究佫刊起咧国际期刊顶的。分析了22个国家33年的资料，肥胖的流行的主因不像以前的了解，说是因为富裕国家营养过剩造成的，现在反而是由于营养不均。研究发现，开发中的国家较庄卡的所在，赚较侪钱，变价较高开，唔过买的物件大部分拢是加工食品，加上生活水准变好，出门唔是赛车，无就是骑车，较罕的行路。因为经济发展，生活变价较好过，唔过煞无大多市的人的健康较好的观念，变做大箍主要的原因，颠覆了以前我们对于肥胖造成原因的一个看法。这个也会对于世界卫生组织所研拟的肥胖的防治策略会有一些重新的思考。全世界大块的原因甲庄卡所在经济变好有关系。研究的结果提供新的观点，未来针对大块相关的问题，嘛佫会当提出解决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来看到屏东东港在地肉粿，过去敢若过年过节才食会到，口味真简单，敢若蓝豆油果，无掺其他的配料。若即马时代慢慢改变，加掺烟肠、三层肉、虾饺。传承到第3代，头家本来是伫咧鱼市仔做事，20年前转来接厝内事业，决定要继续传承这个好滋味。好，先坐，遐坐，好啊，好啊，好啊啦。透早店才开门尔，就真侪人客伫门口排队啊！大家拢是为着想要赶紧食到好食的肉粿。老店第3代头家叶应清，那招呼人客拿包肉粿。伫屏东东港开店已经有50年的历史啊！逐工手工现做的肉粿是在地人一定拢会来食的传统的料理。在地人吃起来就是这就是比较好吃，然后它的汤汁比较浓郁，而且它的汤汁就是用那石磨米糊去熬煮的。每回来都一定会来吃的。消费者真爱肉粿汤头，做起来足够工的。为着控汤，叶应清逐工透早5点就爱起来。甲下火米浆倒落用猪大骨甲沙白鱼骨控的汤头内底，手搁爱一直拉，让米浆袂掉底。没有一直搅也会沉淀，超会搭。这个时阵爱加一种秘密武器入去，沙白鱼肉，互消费者啉汤可会当食到鱼肉，真有营养。敢若用简单的盐、胡椒、甲肉桂粉来调味，
就甲肉粿汤煮甲真纯真香。老白煮的肉粿要好食，就是靠阿嬷甲妈妈传落来的祖传的秘方。本来50年前拄开店的时阵，就干那卖过尔，买手才大大开发别种配料。当初有3条啊，配看到，味道起来很大就可以用。伫粿顶会加烟肠、三珍肉、甲虾饺，刷落甲汤卡入去，安尼就是一碗海口人上爱食的海陆大餐。为着甲厝内做粿功夫学起来，本来伫遐饲做的叶永清，20年前转去厝的，甲事业接落来。你做无好，你就交代袂过来。做好唔较安心，你做无好就感觉我先做无好，交代袂过来。一碗肉粿虽讲看起来真朴实、真简单，毋过做的过程却拢无凊彩，内底毋留业界人50年来用心，嘛是厝外人心内永远拢无法度放袂记的故乡味。记者综合报道。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关心第2摆世界大战诺曼底登陆，今年第75周年。过去参加这届战争的英国老兵，即马敢若剩30-40个，因坐游船为破自茅斯港出发，要来到诺曼底参加将战75周年的纪念活动。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弟请继续收看咱台视重要新闻。